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搁一届做伙用祈祷来陪伴咱的心，来进行咱今仔日的礼拜。今仔日的祈祷会是同款，是照牧师所陪伴的这主题的经文甲题目来做这个祈祷会的这个内容。总是一开始，咱来用这首诗歌完，咱用这首诗歌来陪伴心，陪伴咱的祈祷。做来吟，为一个土地，我诚心祈祷，愿主的真理那更传递遍照。为一个城市，我谦卑憔悴，愿主的我命。临到这的百姓，愿全能阿爸天父，愿你高降临，愿颂香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，愿全能阿爸天父，愿你高降临，愿。望甲喜乐，永远惦咱心。愿全能阿爸天父，愿全能阿爸天父，愿你高降临，愿颂香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。愿全能阿爸天父，为你高降临，愿望甲喜乐，永远惦咱心中。愿望甲喜乐，永远惦咱心中。咱做来领受这段经文，请。基督是看袂到的上帝的形象，伊是大囝，比一切受造的较有。伊是教会，就是伊的身躯的头。伊是元首，是大囝。上帝予伊成做头一个，对世人中搁活下，通伫万有中成做第一。大圣，咱为着咱会使成做上帝的儿女来感谢。因为伊的神就是信神，伊予咱会当顶头生，脱去亚当的罪性，来成做基督的后裔。好无咱大神为了咱会当成做耶稣基督的兄弟姊妹，成做上帝的子民，咱做开声来向上帝感谢祈祷，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知影，每一届阮伫信神的感动下面，向你认罪悔改时，阮拢会意识到讲，阮的身躯顶有亚当遗传予阮的罪性，因为这个罪性致到阮的软弱，会跋倒，会做歹，有真侪得罪主上帝你的代志。总是主啊，
你的圣囝耶稣基督来，伊为着阮来牺牲，为着阮的罪流出伊的宝血。主上帝，恳求你的信心帮助阮，互阮弃掉主耶稣，互阮学亲像主耶稣，互阮脱去亚当遗传互阮的罪性，通过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，成做上帝子民，成做基督的兄弟姊妹。主啊，恳求你的神帮助阮，会当互阮愈来愈合你的旨意，愈来愈有你的形象。主啊，安尼向你祈祷，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再读后一段的经文，请。恁嘞，恁有一时甲上帝断绝关系，心思甲伊敌对，做歹代志。毋过现在，上帝已经通过家己的囝肉体死，互恁甲伊和好，成做圣洁、无缺点、无贪嫌的祭物，献伫伊面前。好，咱一些。咱为着咱无互基督白白来牺牲，流出宝血，咱来为家己得罪上帝所在来认罪，求信心帮助咱来开始过一个悔改的生活，然后通好来匹配基督的名。好，咱做为着安尼的代志，做伙来祈祷，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知阮人有软弱，有常常伫做你的所在，但是主恳求你的信心来帮助阮，互阮对今仔日开始，会使过一个真心、真意、真意、真力听你的囝儿，互阮哪来哪亲像你的时，阮着透过信心的启示，就会使透过信心的提醒，知影你介意啥物，你怨恨阮做啥物代志。主啊，恳求你的信心踮伫阮的内面，时常扶持阮，时常鼓励阮，时常安慰阮。因为阮知，阮无法度亲像耶稣共款的完全的圣洁，但是阮只有不断的努力，亲像伊遮尔啊，互你欢喜。主恳求你的信心来提醒阮，帮助阮，互阮每一天的生活，每一天的讲话，每一天的行踏，拢会使。诚做芳芳的祭，献伫每一个甲阮接触的人的面头前，互因看到阮，就亲像看到耶稣共款。恳求你的信心帮助阮，扶持阮，提起阮。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阿门。咱都来读这段经文，请。你着坚持信仰，坚固徛在。互恁听到福音的时所得到的望无动摇，这个福音已经传予天下所有的被造物。我保罗就是这个福音的采用。最后，为着咱家己会当心接保罗福音的使命，咱求信心帮助咱活出基督的款式，显明上帝的形象，互世界通过教会甲上帝更好。简单讲，咱就是爱活出上帝的形象。去传福音，
去带人来进入教会，甲上帝好好来活出上帝形象。好，咱为着福音安尼宣告的时间，咱做伙开嘴来祈祷，请。主啊，愿知照着你信心的启示，教会并无围墙，因为教会是一个信仰群体，是人三甲组织的一个信仰群体。教会应该甲外面迷信的人有接触，甲无道友做伙三甲伫地。总是有当时，阮会行袂出去。兼在是，阮还袂准备好。主啊，阮有一个真大的目标，阮毋望这个福音会当遍传至这个社区、这个社会。总是主，求你大声来陪伴阮教会，真正互阮大声活出你的形象，真正互阮大声照你的旨意来行，真正大声互你的国，真正降临伫阮的中间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阮，提醒阮。扶持阮，扛阮来行头前福音的道路。愿安尼向你祈祷恳求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倒来唱一首，来唱一解这首诗歌，请。一块土地，我诚心祈祷，愿主的真理那更传递遍照，为一个社区，我强比憔悴，愿主的画面临到这的百姓，愿全能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颂香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，愿全能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望甲喜乐永远踮咱心中，愿全能阿爸天父，愿全能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颂香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，愿全能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望甲喜乐永远踮咱心中，愿望甲喜乐，愿望甲喜乐永远踮咱心中。请继续用祈祷的心来陪伴咱的礼拜。
各位兄弟姊妹平安。咱为着崇拜的特殊，来请咱将咱的手机调伫震动，也是请关机。上主，阮的主啊，你的威严普遍全地，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。你创造人，互因比天使小可较低，你赐因王的荣光甲尊贵，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美，你互因有权柄支配一切。上主，阮的主啊，你的威严普遍全地。三天的禁诗。圣诗15首，圣诗15首，万物光明极美丽。请起立来吟全首。
请咱游员徛伫，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会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这时咱要三观来交托启应文，启应文42篇，圣诗的后面，启应文42篇也是以赛亚11章。启应文42篇，咱用交托的方式来读。亚瑟落老树头的布院，上主的神要甲伊同在，计划甲勇气的神，敬畏上主是伊的欢喜，伊袂照目睭所看来审判。伊要用公义维护善车人，伊要用裁决做棍讲迫害者，伊要用公义治理，豺狼甲绵羊会做伙大，牛仔囝甲狮会斗阵食，牛母甲熊会做伙食草，狮会亲像牛食草，食奶的婴仔会伫蛇的空口佚佗。伫我圣山的逐所在，因为对上主的人物会普及全地。这是咱同心阿头来祈祷。创造万物万行有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学了你，因为你的大仁爱，设立人类来管理这个世界。佮差遣独生圣囝道成肉体，成做阮的拯救。但阮佮一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求你互阮会当开声学乐，求你的神来感动阮，阮看见你极大的疼痛。求圣神的光照阮，互阮会当照你的心意来反省阮每一人心内的想法，佮使上帝的平安盘过一切人所想的到的，要伫基督耶稣保守阮的心、阮的念头，互阮有信心学习凡事交托主。过去的一礼拜中，测试阮的所行，若无合你旨意得罪你的，阮要搁一遍来到你的宝座前悔改认罪。恳求主的恩典，搁一遍撤销阮的过失，互阮看起家己的无够业，阮用疼心谦卑，甲主来同行。主啊，我要向你祈求，求你互阮无离开你，时时跟对主的脚步。求你的话时时激励阮，时时提醒阮。感谢你提醒阮。通过你的话，互阮看见你的道路较悬伫阮的道路。求你也互阮离开人的骄傲，使阮谦卑的心，要伫万行有，因为阮通明白万行有拢是对你来，也拢归伫你。主啊，今仔日是2020年新的一年的开始，你警调你的奴仆以及各团契的首长，要来
就任。求你，互阮用同心合意的祈祷，来军队主的脚步，改换这个世代。你是最王掌权的上帝，主，阮要希望用一切，互一切的无公不义，一切罪恶的、误会的，拢要除去。求你用怜悯甲恩典代替生气，保守阮伫你的面前有平安，互阮兴起去传悔改的福音，互即个土地的百姓拢通归向你。但阮阁要对你的奴仆领受你的教示，对你的话领受你的教示，学习来做门徒，求圣神临到阮的中间，除去撒旦魔鬼的交叉，通过牧师的嘴来开拓你的道理，成做阮的帮助，阮的帮赞。阮伫你面前感恩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免。这是咱三个来看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歌罗西书1章15节到23节。歌罗西书1章15节到23节，和合本是第283页，台语汉语本第299页。现着我来读。伊是袂得通看见的上帝的像，伊是头一个生的。伫拢总受创造的大生，因为万物对伊来创造，伫天年甲伫地年的，有通看见，甲无通看见的，或是座位的，或是治理的，或是办政事的，或是掌权的，万项有拢是对伊，也为着伊才受创造。伊伫万项有的大生。万项有通伫伊内三角徛在，伊是身躯的头，身躯就是教会。伊是元起头，对世人中起来的头一个生的，互伊伫万项有中做第一。因为爸欢喜，互一切的丰盛点伫伊，已经将十字架的火来成就和平，就对伊互万项有。甲伊本身搁再合，或是地上的，或是天年的，拢是对伊。搁恁平素伫歹的所行，甲上帝来过当，心内做对得。呾伫恁伊肉体的身躯，对伊的死已经互恁搁再合，要互恁假的正性。无瑕疵，无通嫌的，行伫伊的面前。若恁长长点伫信，有地基，搁坚固，无受摇动，来离开福音的愿望。这个福音就是恁所捌听去的，搁是传伫天下拢总受创造的中间。我保罗已经设立做伊的采用，愿上帝祝福。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，这是咱要来赞美，请圣歌对伊赞美，因要吟的诗是你爱耶目。
正道，今仔牧师要分享的主题是基督的荣耀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分享大声，咱搁一摆做伙来感谢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答阮会当踮一只，甲兄弟姊妹相甲组织敬拜你，绝对毋是偶然。我嘛毋是靠阮家己的智慧、财物，甲家己讲，我要来信上帝，而且甲家己讲，基督有救恩。主上帝，阮通信，阮通朝拜你，完全是出自你的恩典，完全是出自你主动的听。总是主，恳求你今仔日通过你的话以及信息，倒一摆甲阮提醒。阮毋若享受伫这恩典内底，阮上时也负担对你遐来的责任，特别是福音宣告的责任。愿主上帝你的心拍开阮的心门，通过每一句、每一个字来激励阮，来提醒阮。主，阮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仰望伫你，求主你亲自掌权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做来想看卖啊，一个甲上帝和好的人类社会，会是啥物款的景象？一个甲上帝和好的世界，会是啥物款的景象？咱来想看卖啊，一个甲上帝和好的即个人类社会，检视即个中间，会当充满公义、和平、良善、慈爱、甲自由，而且人甲人之间无怨恨、无报仇、无暴力、无白贼，也无任何的偶像。当人类咱会当真正行到安尼地步的时，咱来想看卖啊，这大自然敢会因为安尼？煞接来减少破坏、剥削、甲污染。我毋知咱的脑海中间，敢有去想象迄个甲上帝和好、迄个美好的景象是安怎？总是牧师要直接答咱问：咱有欣赏安尼的境界无？有欣赏无？咱拢想袂对无？今仔日真侪教会讲。咱的人数爱增加，教会一直咧拼人数，总是牧师要讲的是拼人数无毋对。我要讲一届，教会拼人数无毋对，总是人数是过程。我要讲一届，教会拼人数是过程，因为一人数增加了后，背后有一个更较大的目标，咱爱去完成。阿门。所以咱传福音。咱带人你来教会，咱拼人数是一个过程啦，迄毋是目标，迄是一个过程。今仔日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，伊的牺牲所成就的逃亡、自由甲毋忘，敢是为着咱个人的安全感？只是咧为着咱个人的安全感吗？还是要互实际的平安临到一全人类的身躯顶？是对一种？是个人安全感，还是平安实际降临至全人类的身躯中？每一个人的身躯顶嘛对无？所以今仔日咱要诚做一个传福音、宣教的教会，咱得拍开咱的眼界，因为宣教的眼界比咱所想象的较宽、较深、较远。如果讲宣教，就是要向世间人来表明上帝的心意。那安尼，互耶稣基督荣光遍传充满一个世界，就是咱宣教的目的。我来讲一届，咱传福音的目的，就是互耶稣基督的荣光安怎充满伫这个世界。要互基督荣光充满这个世界。
咱教会爱负起责任，爱引带人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认罪悔改，互生命会当得到改变甲更新。总是人类社会要得到改变甲更新，咱嘛得互因知影讲，伊爱变做啥物款。敢知影？咱基督徒往未信者、往无道友讲，啊，你爱改变，你爱改，你爱更新。啊，总是人会甲你问讲，你也无互我一个目标啦，你也无互我一个形象啦，你干那叫我改，啊，我较知影我要改做啥物款。你爱互伊知影，伊爱改做啥物款啊？你逐人讲你爱甲上帝和好，有人感觉讲，我认真做工课无犯法，啊，要照时阵做礼拜，啊，过了好好，我是啊，得爱甲上帝和好。你爱讲我清楚，伊是啊无缘无故，你叫伊甲上帝和好。今仔日教会存在的目的是啥物？教会存在的目的，就是要互人明白，伊伫即个世界，伊伫即个宇宙中间，伊是啥物人，伊是啥物款的定位，是啥物款的角色，而且伊有啥物款的责任。啊，若无你干那叫伊改，伊毋知影迄个形象是倒位，伊毋知要改做安那。你讲你爱甲上帝和好，伊毋知影家己是啥，伊较会想讲要甲上帝和好。今仔日保罗伊写批互真侪教会，一方面批是要来教导遮个信徒的信仰，另外一方面嘛是要解决教会内部的问题。总是要讲的是，保罗伊的眼界并无停留伫教会内部啊。我咧讲一解，保罗的眼界并无停留伫教会内部，保罗的眼界是看伫全世界。看伫全世界，今仔日保罗传福音建立教会，是要互家己这头听吗？保罗去建立教会，只是要互教会人回头甲伊批评吗？今仔日保罗因真清楚，基督通过信心来感动，叫伊去传福音建立教会，就是要通过教会来改变这个世界，通过教会，互众人甲上帝搁和好。总是。这是一个真大的目标啦。头我牧师有讲到，教会增加人数够毋对，够毋对，无毋对。啊，总是这是过程的目标。过程目标是啥？活出上帝的形象，甲上帝搁一摆安那和好嘛。总是咱会发现讲，保罗真正足头疼，是安那？教会到一下仔马上做即个社区社会的模范。保罗的眼界明明是看全世界，总是伊不是写批是要解决啥物代志。教会内部安那的问题。今仔日咱所读的歌罗西书，就是保罗要写批来解决即间教会的问题。即间教会的问题是啥物？是内底有真侪假的教师、假的先知。这个假教师因的教导妨害人来注目于耶稣，这个假教师的教导阻碍人来明白耶稣，甚至这个假教师将基督甲降价，互伊变成只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无任何新神迹的内底。这个假教师因认为这位拿撒勒人耶稣，伊不过是比人搁较有智慧、有才华的一位律比。一个老师尔，伫安尼教导下面，主耶稣基督就是你价顶的牺牲所留的宝血，变成完全无意义、无功能。所以，伫安尼情形下，有的信徒受影响，讲既然耶稣的十字架甲伊的宝血无效，安尼要安怎？结果，这假教师讲：你着来拜天使。你着来拜一寡大自然宇宙中间的这个灵体，甚至是鬼神。若是讲犹太基督徒，因当然袂去拜鬼神，因会回头去拜天使。总是咱会想看卖啊，是犹太人以外的基督徒，是因信主进前，因是拜啥物货？
应该是咧拜偶像，拜罗马希腊的神明啊。今仔日假教师讲，你着去拜天使，因为基督的权柄无够。那安尼，即个原底拜偶像的基督徒，伊会安怎想？天使是所有灵界内底上价值的一个灵体。那安尼，我较早拜的希腊神明，敢会比天使较低？我拜的希腊神明，绝对是比天使较悬，离上帝较近啊，对无？我是都爱对你去拜天使，我回头倒来拜希腊神明，我会当通过偶像甲上帝亲近啊，敢袂使？啊，若是讲要拜，其实有一个神明，离这罗马公民上近啊。你安怎对一个神明离这罗马公民上近？我来讲好无？罗马皇帝，因为伫罗马世界，罗马政府将罗马皇帝看作是神明的化身，是上帝的囝，所以因会当讲，啊若安尼，我倒回头去拜偶像，我来拜皇帝嘛，是安那？因为这个皇帝当上具体、上直接来改变我的生活啊。这个皇帝当改变这个世界啊。我是要去拜迄个13天地我看袂起的上帝，耶稣一对，你摕出来互我看。我规去回头拜偶像、拜皇帝，上具体嘛，上直接嘛，最有感嘛，对无？咱知影讲哥罗西这个城镇，是罗马帝国统治的范围内底，所以对哥罗西人来讲，罗马世界就是因的世界。所以对哥罗西人来讲，啥会当改变因的生活？啥？罗马皇帝。啥会当改变因的世界？罗马皇帝。所以因最后会将荣耀甲俄勒归互啥？罗马皇帝，绝对是罗马皇帝。一个看无基督、无认捌基督、无顺服基督的团体，检通都号做是教会。保罗伊真清楚，今仔日信神感动伊传福音去建立教会，是要来改变这个世界。总是伊看去讲，这个教会颠倒互世界来改变。保罗真清楚，罗马帝国所统治的这个世界，并不是上帝所喜爱的这个款式。就因为安尼，今仔日保罗伊写这条批《哥罗西书》。伊的功能甲目的是啥物？毋望教会会当恢复伊原起头受设立的即个目的，爱发挥伊的功能。今仔日教会爱恢复伊的目的，发挥伊的功能，第一项代志爱做的，就是认捌主耶稣基督。若是一个信仰团体念耶稣基督都毋捌，我想其他的都毋免加讲，其他的真正毋免加讲。咱来看咱的圣经，咱手头的圣经。大圣保罗，伊伫伊的教导内底，伊来恢复主耶稣基督应该有的尊重，甲伊内底即个诚信。今仔日假教师去教示人讲，哦，你要去拜天使、拜鬼神，你拜这个灵体，当帮助你来亲近上帝、认捌上帝。总是保罗教示因，无需要拜天使。无需要拜鬼神，恁独独拜耶稣基督，因为你会当对耶稣的身躯顶来看起上帝的形象。阿门。总是咱想看卖影，无啥实际啊。因为一保罗写批互哥罗西教会这个时代，耶稣就天偌久啊？敢有人看过活的耶稣？无人看的啊。所以保罗一只所讲的。看起耶稣的形象，这形象讲的毋是外表，毋是外观，这形象讲的是一个人的性质，一个人的品格的本质是啥物？所以保罗一只意思是讲，你只要认捌主耶稣基督，你就当来认捌这位天父上帝，伊是一位啥物款性质的上帝。当然，你嘛会讲，牧师，我是安那？就爱对耶稣的身躯顶来看起上帝。创世纪毋是甲阮讲，
咱人是照咱的形象所创造的。我转来照镜就会使啊！我常来读圣经礼拜上帝，我照镜嘛通看到上帝的形象啊！啊，敢有影？来，你看一下恁厝边隔壁看一下。我来讲，破坏了啊啦！上帝原起头创造互咱的形象，安那破坏了啊！今仔日会当维持主耶稣，就毋免来啊！所以今仔日主耶稣基督伊来到世间，伊用人的形象来到咱的中间，做咱的兄弟姊妹。伊就是要来恢复，要来活出这个上帝形象是安怎？嘛要来帮助咱人，伊要大成做模范，做好的款式，互人来学习，会当来恢复上帝原起头做人的这个形象。总是这个形象是啥物？我来讲，你转去献先知书，对以赛亚一直到耶利米、以西结，通过先知一直在讲的，这个形象爱充满伫以色列国内底。这个形象是啥物？敢有公平、正义、自由、人民、慈爱、良善、信实等等遮的好的性质，爱充满伫以色列国内底。像是即马上帝通过耶稣基督，毋望遮个好的形象、好的性质，嘛充满即个世界。总是遮个性质对亚当开始，拢一定受到破坏，咱知影讲来台湾，踮伫即个东南亚地区，咱基督教即个东南亚地区，咱算讲是弱势，对无？佛教甲道教算讲较大宗，对无？咱知影讲佛教是拢苦劝人安那悟道正本嘛，悟道成佛嘛。啊，道教咧修道安那正善嘛。独独上帝通过基督爱咱安那好好啊做人。大你边仔讲爱好好啊做人，这无双关语啊，是真正好好啊做人。咱人类总是想要对宇宙，也是世界的中间，去超越迄个灵体，去想象有鬼神的存在。咱想要挖靠这个灵界的溃烂，互家己成做一个超越式的存在。我们想要依靠这些灵界的力量，让自己成为一个超越性的存在啊！这个超越性的存在啊！总是兄弟姊妹。上帝一开始创造咱的时阵，咱就是超越宇宙万米的一个存在。阿门。上帝原起头甲咱创造就是安尼啊，因为咱有啥个形象？咱有上帝的形象啦。是咱真明白这个形象安那受到破坏，所以主耶稣要来帮助咱恢复这个形象。而且我要讲的是。谁爱恢复这个形象？你敢爱恢复？我爱嘛，我嘛爱嘛，人拢爱嘛。毋是只有教会啊，毋是只有一个社群啊，毋是只有一个国家，是全世界的人拢爱安那，拢爱恢复。今仔日咱爱祈祷，咱为着台湾、日本、泰国，还是印尼等等这个东南亚。基督教还阁是弱势这个国家，为着因来祈祷，互教会伫这中间会当兴起，帮助因会当通过教会来恢复上帝形象，活出上帝所喜爱的款式。阿门。咱头的目标毋是讲吗？咱要互全人类将荣光归乎上帝，归乎主耶稣。那安尼，咱讲台为着中国来祈祷。敢有需要？咱为中国来祈祷，毋望中国的教会会当兴起，会当向中国通过教会来认罪悔改，活出上帝的形象，通好全人类安那，将一切荣光、尊贵甲权柄归乎啥？归乎上帝，归乎主耶稣基督。人拢爱活出上帝的形象。今仔主耶稣
伊用人的形象来到这个世间，伊用一个新创造的人的款式，用一种超越亚当的方式来成做全人类的大囝。冤起头，咱还未信耶稣的时阵，人是送的后裔，咱讲是亚当的后裔，对无？亚当是咱的大囝。总是今仔日，你只要是信主耶稣基督，你信靠伊，你就无过是亚当的后裔。你要成做送的兄弟姊妹，你要成做耶稣的兄弟姊妹，你要甲上帝好好，你要恢复老爸甲儿女的一个真好的关系。因为主耶稣活出人本来就应该爱有的荣耀，主耶稣活出上帝冤起头所创造的迄个受痛疼的迄个形象。另外一方面，基督会当超越亚当，是因为咱知影一件代志，是创世纪，上帝将世界交托予上来管理，亚当嘛对无？亚当有管理权，总是这个世界是通过上来创造的，耶稣基督，所以真清楚嘛，亚当就是人嘛。人对这个世界有管理权，总是基督对这个世界有安那？敢有所有权？有，所以这点真无共款。咱来想看卖，今仔日人类对这个世界的管理、资源的分配、生态甲环境的保护，检是出了真大的问题。叫出了真大的问题，这大大来得罪上帝。除非今仔日，咱的教会讲传福音，让每一个人通过十字架来认罪悔改，真做神创造的人，活出基督的形象，照上帝本意来管理世界。咱若无安尼，咱人类的世界甲社会会继续得罪上帝，背逆上帝。今仔日，咱若是学基督，好好啊做人，恢复上帝的形象。咱嘛毋免惊魔鬼、撒旦，甲一切的邪神，因为黑暗的势力无法度来影响有上帝形象的人。而且咱嘛毋免倚靠这个鬼神的溃烂，互家己的灵性较提升。咱毋免拜偶像，互家己的日子较好过。基督徒只要学主耶稣基督的范式，好好啊做人，恢复上帝的形象，安尼。咱的生活绝对就充满愿望、自由甲平安。那安尼，这段经文对基督安尼的介绍甲解说，以及照圣经的宇宙观来看待的话，今仔日教会是一个什么款的存在？教会是一个什么款的存在？教会是一个通过基督的死、搁活。以及学耶稣基督的款式，好好啊做人的一群人，好好啊做人的一群人。所以你都一摆甲你比人边仔的人讲，搭一下伊的肩胛头讲，你爱好好啊做人。后摆若有人讲你袂晓做人，你毋通屈辱。吼，伊讲你袂晓做人，你毋通屈辱。你会想讲，我是学耶稣学了无够野，也是无符合这个世界的价值观，吼。所以爱会记的哦，咱爱安那，好好啊做人。这句话无双关语哈。当然，要安那会晓做人，学晓做人，这真正是对细汉爱来开始学习的。这爱来探讨着咱教会、儿童、青少年。咱的信仰的教育，不管是主日学还是青少年的牧养，咱真正爱帮助因伫出社会进前，真正爱教因好好啊做人。教会任务是啥物？教会任务就是教导因，教导这些青年甲儿童，因伫学校时阵是用基督成做因的中心落去读册，用基督做中心落去学习。然后用基督的眼界来研究、来探讨各种的学科、甲学问、甲专业，然后互因知影讲，
要安怎用基督做中心来结连所有的学科甲知识。可能用安尼讲，咱听较无。意思就是讲，班长遮的青少年出社会的时阵，要进入各行各业来荣光上帝，来显明上帝的形象。帮助因进入到即个社会，才有用家己的温书甲才华，该来服务人类的即个社会。然后教会必须嘛爱教导儿童，爱来保护生态甲环境。上重要的是，爱教导因安怎照上帝的心意来管理众人的事。教会有责任，必须爱教导儿童甲青少年。对细汉就来关心社会，对细汉就来关心国家，关心这个世界。你爱互因对细汉、对少年的时，就知影讲，这个世界都有啥物所在是得罪上帝，这个社会有啥物所在是需要悔改，互伊才明白知影讲，未来伊大汉出社会会面对啥物款的挑战，然后你帮助伊。用基督做中心，落去读册，落去学习，装备家己，互伊未来带着福音的使命进入社会来改变这个国家，改变这个世界。阿门。讲啊，这水气对无？啥无需要安尼讲？因为咱会来反省讲，咱教会敢有法度做甲安尼，加做儿童到青少年的好的款式甲模范。咱毋望即个世界倒一摆用基督做中心来运行，咱毋望全世界人拢活出上帝的形象。总是咱教会敢有大成做模范、做好的款式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坐伫遮，毋是偶然。上帝呼召咱成做教会，这就是咱的目的。特别，咱来知影讲。哥罗西教会，因为假教师的即个教导，因放杀基督，因看轻基督。冤起头，保罗是爱因即个教会负起责任，来改变即个社区，改变即个世界。总是即间教会去受到上的改变，即个世界的改变。保罗也真清楚，罗马世界。无符合上帝的心意，所以毋望这个教会会当来改变罗马世界。若是讲一当时，教会存在目的是要来指出这个世界得罪上帝的所在，恢复到上帝所爱的这个款式，甲上帝和好。那安尼，咱来想看卖啊，今仔日桃园教会点一只，咱是活伫一个啥物款的世界？咱必须爱安怎做，才会当来恢复到上帝的形象。自头咱所讲的，咱要将一切荣光、尊贵甲权柄归乎主耶稣基督。这条路都有偌远，爱行。今仔日的经文最后一段安尼讲，来自咱的导影，咱做来读，请。这当讲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呼召甲邀请，对教会呼召甲邀请，这像是对咱现在人来讲，信心有缘用这句话去甲咱呼召甲邀请。呼召咱要做啥物？呼召咱成做耶稣基督的身体，照上帝的心意来活出上帝的形象，照上帝的这个计划。来管理这个世界。今仔日既然咱拢坐一遮，就表示讲咱拢一定回应基督的邀请。阿门。既然咱一定回应基督的邀请，咱今仔日咱嘛来学习哥罗西教会的款式，毋望咱大成对这个认罪甲悔改开始来做起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今仔日
阮通过保罗的批信，看起讲伊对教会是肯有毋望的，伊毋望教会会当活出上帝的形象，伊毋望教会成做基督的身体，来改变社会甲世界。总是大神，阮看去教会内部发生了问题，至到基督的身体无气力、无能力。主啊，阮真正要来大声，还是安尼的款式？阮桃园教会嘛要大声伫你面头前来认罪，毋望你的信心引带阮来悔改。主啊，今仔日阮也想要改变桃园即个社区、即个社会、国家甲世界。求主上帝，你的信心帮助阮，互阮大声来认捌主耶稣基督。伊的形象是啥物？伊所爱的讲是自由、平等、公义、和平、慈爱等等遮的良善的性质。主啊，阮过去若是有欠缺、做无够野的，求主你赦免。总是主，阮犹原恳求你的信心帮助阮悔改。伫遐较早欠缺、做无够野的，主上帝，求你修饰阮气力甲能力。来补足遮的，会当互阮真正活出上帝的形象，会当互阮显明主上帝你的气力，会当互阮照宣教，就是传福音的目标，真正来改变这个社会、这个国家甲世界。主啊，阮知影讲这个目标离阮遥到这远，总是阮犹原无放弃。求主你坚持阮的心，引带阮的脚步，一步一步向前来迈进。主愿安尼用你仰望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时咱要过来吟诗，吟圣诗309首，圣诗309首。俄勒关灵上主，吟诗煞，咱要请牧师来主持就任的仪式。请起立，咱吟全首。
请坐。这时要请牧师来主持就任式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这碟请咱献开圣诗444首。主，你调面何等清澈。咱用这首诗歌的第一节，这首诗歌第一节的歌词来做这个就任备办心。咱坐咧吟第一站。祝你调兵何等清澈，当我主心听你。来。心袂伫跋倒失败。大声，咱要直接来举行长老的就任式。这点，小会奉三位一体上帝的名，组织。要奉你的感情来做教会的长老。伫旧约时代有长老、祭司甲利未人三甲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。伫新约三甲管顾伊的教会。长老的职务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，访问身躯欠安的，鼓励忍心的。教育少年的，引带求道的，造就信徒的信仰，做信徒的模样甲模范。若受交托，通代表东会、副中会、总会，都无教会发展。这点，牧师要来甲简成来做这个长老的这个誓约，请简成注意来听，来应答。当你有要领受长老的职分，你有确信这是上帝对你的调命，也无？你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，做你信仰的责任，责任唯一的根据，也无？你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信任的使徒圣经？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也无。你欢喜做桃园东会的长老，是着忠心尽职服侍教会，尊奉基督做教会的头，来协助牧师治理教会，来归荣光给上帝。你有信实？要来照这意思来行啊无？长老教会是起造一上帝的话，你敢有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也无？这点，请咱会友起立。
咱的信徒嘛要直接来誓约，答恁一定经虔诚来做恁的长老。你有心实欢喜来接纳伊，也无？依照法度伫你教会，恁着欢喜欣受来顺探伊。恁有要照安尼行，也无？恁着敬爱伊，体贴伊，替伊祈祷，伊着为着恁的信仰生活来着磨，爱恁得着救，恁得着帮赞，是伊照伊长老的本分。你有要照安尼来协助伊、关心伊，也无？关系保持教会处事，彼此若是有失错，应该通知，互小会说法，毋通四界传报扬，致到妨害大局。你有要照安尼行，也无？会长，请坐。因为简成伊是第一届直接来受封立，才做长老，所以伊必须来到台前一牧师的花手下面来受这个祝福。所以咱请简成上台来受牧师的花手祈祷，做伙来领受上帝对你的拣选甲祝福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感谢是你所疼的囝儿，是你创造宇宙的时阵，你早就计划好，要竞选伊来成做你的奴仆。主上帝，我嘛看起伊通过福音来入捌你的过程，真怎有得到大大的稳定。总是这个过程，伊嘛面对着真大挑战、试探、甲困难。总是今仔日伊行到这，是你通过众人教会的选举下面，你有竞选伊、呼召伊来成做教会长老，要来成做你的奴仆，成做你福音的车行。主上帝恳求你，信心充满伫伊，恳求你的气力。甲伊三角地地，愿主你来引带伊头前的道路，会当互伊所行所讲，拢是照着上帝你的心意。主啊，恳求你来安尼继续引带伊头前正常的道路。主啊，安尼向你祈祷恳求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这点要来宣告，请会长起立。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东会小会官兵来设立你，成做桃园东会的长老，来协助牧师，煞通在，互你会当做伙来友持帮赞信徒。一只嘛，互你知影讲，这积分是照上帝所交代来交代一你。当信心设立你来做长老，你着来照顾上帝教会友群，来监督伊，毋通出自勉强，是着出自欢喜的心来协助牧师，做伙来友持。最友群的模范，直到大牧者，就是主耶稣基督搁再临的时阵。互你无瑕疵，无通嫌。阿门。会长请坐。这是咱请简成长老向后转，咱大声用普话声来甲伊欢迎接纳。好，这时邀请咱的大长老、吴长老来为简成来穿这个长老袍，长老袍。
请咱的小会员，等下嘛来备班，来甲阿舅来甲接纳。要即摆就翕，好。好，请感谢长老先回座。即点咱煞接嘛要来进行祭司的即个就任，那请咱自受选的这个祭司来到咱的台前，一只敬请信录：黄文光、林家和、陈素妍、赖建义、黄腾义、叶立义，请到台前。牧师大声一只宣布：即时小会奉爸、囝、信神的名，要来组织设立这个祭司，成做教会的帮站。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，但今仔日咱桃园教会也竟人要来协助牧师甲长老，会当互因专心来侍奉上帝话甲圣礼典。即点牧师嘛要甲这个祭司来进行这个祭司的这个誓约，请咱注意来听，注意来应答。恁担要领受祭司的责任，你有确信这是上帝对恁的召命，也无？恁愿意做桃园教会祭司，就爱忠实尽职，协助牧师、传道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，利益伊的教会，你有要照安尼行，也无？教会头是主耶稣基督，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。既然关系教会的事务，就倚靠基督来说法，你有要照安尼行，也无？恁敢有含服耶稣台湾基督教教会的宪法甲规则，也无？这点请咱会友起立。这是要来到会友一只来誓约。答恁一定有经黄文光、林家和、陈素妍、赖建义、黄腾义、叶立义来成做恁的祭司，恁有诚实欢喜，甲因接纳也无？因要替恁办理教会事，恁着尊重因，疼痛因，替因祈祷。你有要照安尼行，也无？关系保持教会处事，彼此若有失错，应该通知互小会来说法，毋通四界报扬，致到妨害教会的大局。你有要照安尼行，也无？会长请坐。这点牧师要来宣告：我奉台湾基督教教会、桃园教会小会的官兵，来设立黄文光、林家和、陈素妍、赖建义、黄腾义、叶立义
来正做桃园同会执事。煞通知正会友，煞一只来通知正会友知影讲，即个积分是小会通过耶稣基督的权柄来交代伫恁。但恁一定受即个执事的即个责任，恁爱来协助牧师、传道师甲长老，爱存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事务，互上帝名得到荣光。阿免。好，即点咱嘛要请咱的小学员来到头前来甲因握手，接力，请咱向后转。咱大声会众用普话声来甲因接力。好，咱就一摆用普话声来接纳这个技术。好，请回座。接续嘛要一只，互团契的首长来到台前，一只来誓约，一只咱来邀请相连团契敬请省略李庆章、夫妇团契林章洲、妇女团契尹丽芳。得胜者团契陈素妍，社青团契邓雅中，圣歌队赵美珠，桌球社张美惠，妈妈合唱团邱慧玲，敬拜团林宗义。慧玲姐。都行较过去，对。这点咱直接来誓约，恁一定有担任这个团契首长的责任。你有相信这是上帝对你的呼召，互恁的责任也无？恁领受这个职，恁就倚靠教会的头耶稣基督。独独尊伊做主来尽你的本分，你有要照安尼行也无？这点请会众起立。牧师直接来宣告：台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同东会小会官兵来设立恁，成做本会各团契的这个首长。恁着谨慎恁的言行举止，恁本身的这个行为，以及恁所讲所行。恁嘛爱常常关心团契事，关心兄弟姊妹，来注意这件代志，来尽职伫上帝讲，荣光归乎上帝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好，请咱的团契首长向后转。咱会友小共款，用普话声来咱接纳。好无，咱嘛请咱的即个誓约资料，咱的小学员小共款握手来接纳。来，牧师念着名吼，你爱举手啦吼，啊无恁排列名念了，恁嘛毋知送是送吼。来，相连团契李庆忠长老，好，服务团契林长洲。妇女团契尹丽芳，
必胜者团契陈素妍，社青团契邓亚忠，这圣歌队赵美珠，这个倒球社张美惠，妈妈合唱团曲慧玲，敬拜团8万。这个8万是伊原住民的名啦，吼，伊的汉名是林宗义啦，吼。好，安尼拢有熟悉啊，吼。一路人拄着爱打招呼哦。来，我考试者，上正手柄这个叫啥名？吼，啊，穿粉红色这位叫啥名？上倒手柄迄位叫啥名？系，安尼拢知。安尼恁叫我唱名介绍是要创啊？好无？咱即点请头歌就任新就任的长老、技术以及团契的首长，倒一届起立来接纳咱信徒呼喊声以及接纳甲鼓励。好，请坐。牧师最后一只做一个祈祷。天父上帝。整个礼拜是你所掌管，你也看去讲，阮完成安尼一个仪式，总是主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阮享受恩典的身份，阮上时嘛有责任、有义务伫家己的身躯顶。愿主上帝，你的神，甲遮的长老、执事、团契首长，三甲伫地。也愿上帝，你的疼痛充满伫阮的信徒的中间，会当用关心甲代祷，相共款来协助遮个教会的领袖，互因伫受到人关怀、支持的状况下面，为着教会来调磨，为着福音的事工来拍拼。愿主上帝，你的神运行伫这个中间，互即个水的事来行伫阮的教会内底。主安安尼愿你仰望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时咱要来奉献，咱要请赵美珠执事甲黄传俊执事来书献。
啊，先听起立，咱要来吟奉献的诗。是来报告的大声，咱来看读今仔日的金句，伫咱的刑事单下面金句，我读一遍，兄弟来读两遍。已经将伊12家伙来成就和平，就对伊互万行有，甲伊本身搁再合，或是地上的，或是伫天的，拢是对伊。歌罗西书1章20节，请。已经将12家的伙来成就和平。就对伊互万行有，甲伊本身搁再合，或是地上的，或是伫天的，拢是对伊。歌罗西书1章20节，已经将伊12家伙来成就和平，就对伊互万行有，甲伊本身搁再合，或是地上的，或是伫天的，拢是对伊。歌罗西书1章20节。第二页的部分，请咱注意，1月份特首的中执是吴传雄长老，拜六是吴文仁执事，礼拜是黄文光执事吼。后礼拜的服侍，请咱家己来注意。周间的聚会，请咱来参加。主日学的教育的课程，甲即个小组的聚会，请咱家己来看。报告事项，咱已经伫头拄伫礼拜中已经举行就任式。后礼拜伫歹势下晡1点伫701的教室要举行1月份定期的中执会，请中执来出席。2月初2，这咱的周报者吼，第4项这个部分这个日期咱有更正吼。2月初2礼拜日，伫中执会后要召开教会发展委员会，请委员来出席。另外一项是关怀部的提醒吼，为着咱用餐的特殊，咱今年度开始吼，咱今仔日是1月初5吼，一新的年度开始。咱关怀部会同工伫用餐爱餐的时，会为大家来拍菜来服侍吼。请互年长者吼，70岁以上的年长的长辈来优先来打菜吼。伫即个维持咱整个用餐的特殊吼。好，下周日中昼12点，伫702教室要举行得胜者即个主日的有备，请得胜者的即个相关的同工来出席。教会的消息，2月28到29日中昼，伫新旧任的中执甲即个眷属，咱要举行一个退休会吼，要邀请新旧任的中执同工做一会来参加。咱要特别要邀请台神的前院长陈尚仁牧师来主理。2月28。由陈尚仁牧师来主理，29咱要请咱的陈根志牧师来主理，请各位中执同工紧完成这个报名的程序。各部各团契伫1月12日后礼拜下礼拜前交这个合会手册的资料到伫办公室，咱要编合会手册所以这甲大家拜托各团契。各部的首长，请特别来注意。另外，伫咱各团契，请伫
1月11日前吼，就是后礼拜拜六前，将圣诞节的布置咱要恢复原状啦吼。啊，所以请团契啊，特别是青年啊，甲遮服务团契啊，即个来协助，伫各区来伫咱教会的各个楼层啊，咱甲恢复原状吼。另外，即个2020年1月到3月，新安宫已经来到办公室吼，咱会当到办公室来领取。教界消息。得胜者2020年的志工的训练会的课程吼，即个咱公布伫公布栏，有兴趣要参加的兄弟啊，请来报名登记。消息事项啊，拄属合作社，咱汤的合作社吼，汤教会合作社，伫今仔日中昼12点，1701要召开合作社的理干事会，请理干事出席。另外1月19吼，1月19，咱要召开合作社的大会，啊，请即个会员来踊跃出席吼，啊，咱有纪念品伫迄个时阵要发放吼。来，下面咱要进行即个1月份的庆生会吼，咱请牧师来主持。啊，即个1月份的即个生日的咱的会友，啊，一只敬请省略：王派一、王淑蜜、王仁雅、李文圭、李耀宗、周黄美香、林继英、林义峰、周凯婷、邱慧玲、蔡素莲、张思瑜、张家胜、梁慧玲、庄慧珍、卓徐佑、陈怡亨、陈雅文、汤正汉、汤华俊、黄淑慧、苏红梅、陈子、廖曼如、刘子琪、蔡锦业、戴玉燕、谢家珍、苏优年、李金梅、张德龙、卢敏珍、陈佳瑶，啊，请这位兄弟来到头前吼，牧师来为恁来祝福。啊，一时要请牧师来补充介绍新的朋友。好，一只有真济，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，一只有第一位是黄淑珍姊妹，黄淑珍姊妹，啊，一只，安爸爸欢迎，好，欢迎你，好，请坐。倒来是吴简明珠，吴简明珠姐妹。有一咱中间无？有啦吼。好，来，一后壁咱阿婆来欢迎。
好，感谢欢迎你，好，请坐。再来是沈宏佑弟兄啊，在当中欢迎您，好，请坐。再来是这第一档就来吼，谢继昌、黄秋玲夫妇，爱在咱的中间。真好，因第一场礼拜就来做礼拜吼，到演煞来做第二场，好。嘿，是我知。好来，咱倒来，简婉儿，哦。好，请坐。我想简老师大家拢知影啦吼，伊是迄个舞蹈班的老师啦吼。好，倒来是即个徐美里姐妹哦。好，欢迎。因为无翕到你的相吼，等下所以爱甲你补翕一下啦吼。好，等下咱聚会结束，会记得甲遮个新来，也是讲等来的遮个兄弟姊妹，甲因握手，甲因平安，带因起来食爱餐。来，若是有人开始检举讲第一届来无报名。来，倒有无？因为我手头无名啦吼。好来，咱的迄个招待因是安那偷走入来，恁拢无来讲算笑的啦吼。有当时咱较低调一点嘛吼，咱较低调。好来讲倒有，互咱兄弟姊妹熟悉者。好，若无话会记的，等下平安礼时阵，真正爱甲足久无来，也是第一届来甲咱中央兄弟姊妹甲伊打招呼。以上直接做介绍。咱欢迎咱新的朋友吼，来到咱的中间啊，等咱有爱餐吼，平安礼了，咱到6楼爱餐啊，咱请咱这新的朋友，甲咱到6楼来用爱餐，互相来交陪以上。上营，咱来吟上营398首，398首上营煞要请牧师来祝祷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。请起立，吟全首。咱来了是上帝赐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引带，愿三位体上帝你的神帮助阮的教会，而基督来活出你的形象，互你的名遍传伫世界。得到大大的荣光甲娱乐，对一碟
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真济，祝歌。电乐灭岛。咱即是来行平安礼，啊，你厝边的兄弟姊妹，请安。